要来看到世界出名美国曼哈顿现日的景致，咱台中嘛看会到。气象局特别预告讲，为新历18到20头尾3天，上适合欣赏的时间是尾仔嘛5点半到6点这个段时间。民众伫咧公益路，也有民权路西边，都会当欣赏到现日的景致。夕阳豆豆啊，伫即个关楼安尼斜落来，规条街嘛去互夕阳的余晖甲染做金色的地毯。这是台湾版的曼哈顿暗光现日。伫个英国现日的美景大部分拢是出现伫台北、高雄甲嘉义。不过伫个未来这几天，伫个台中咱嘛看会到，还蛮美的。对啊，会想要去看。我们在顶楼看得到，期待它的光影的效果。台中版的曼哈顿现日美景，从即礼拜3的18开始到20，小连续3天拢会出现。上好的这个欣赏时间是伫个尾暗的5点半到6点。民众若甲徛伫个公益路、甲这个民权路按西边甲看去，都会当看到真水的美景。礼拜3到礼拜5，整个我们中部地区应该还蛮适合看到闲日的那个预报的，看到闲日的那个现象，那整个来讲的话，应该是。很有机会看到的。这个小连续3天的暗光现日，估计会请真侪民众来这欣赏。未来3天天气的这个状况，气象局讲还阁算袂歹，所以有8成机会拢看会到。不过也着爱看迄天的这个分站的状况。气象局嘛要来呼吁民众讲。暗光现日虽然是真水的夕阳，不过若是要用目睭甲看较久一个，也是爱准备迄个乌仁目镜，安尼通保护目睭袂去受到伤害。若这个台中版的现日结束了后，后一场的这个现日会伫29这天踮嘉义市的民族路就看会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